卫福部国健署调查发现，这30到39岁有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油的人是哪来哪济？所以讲，对今年开始，卫福部是提供30到39岁民众5年会当做一届免费的健康检查，帮助民众是降低慢性病风险。3、2、1，系统球！哇，太帅了！世界棒球12强赛，咱台湾队的投手陈冠宇，则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参与卫福部的记者会，用伊投出来好球宣布，自2025年开始，30岁至39岁民众每5年会当免费做一届健康检查，这是今年国健署推出来的新制。我是30岁的代表陈冠宇。现在这个真的只要带着健保卡，就可以到附近的诊所，就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检查。对民国84年以后，台湾推动40岁至64岁民众每3年有一届免费的健康检查，65岁以上的民众1年1届免费的健康检查。不过，根据国健署的调查，发现台湾30岁至39岁的民众三悬的趋势愈来愈多，有9.7%的民众有高血压，2.5%有高血糖，18.7%有高血油。为着要让民众有定期检查的习惯，卫福部推出这个政策，已经有320万人通使用免费的健康检查。今年开始，我们会把年龄下降，下修到30岁，因为现在其实30几岁的开始有一点点那个慢性病的征象的也蛮多。卫福部表示，目前提供的免费项目主要是针对血压、血糖、血油和腰子功能等等的6项去做检查。卫福部有甲全国7000多间的医疗院所合作，民众只要提健保卡去，就会当接受免费的检查。卫福部鼓励民众透过健康检查，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，嘛通降低慢性病的发生率。记者在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。